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三甲主持伫遮，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三甲来敬拜，咱唱《前来敬拜》。咱用欢喜的心来做伙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主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你是配的，
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咱接线，咱来唱新的事将要成就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靠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的，每天要思想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的，每天要思想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靠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主，你是做新事的神，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的，每天要思想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靠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靠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接下来，咱三个来唱《医治我》。咱用这首歌成做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来医治咱的心。
上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将残的蜡烛，它不吹熄。一生的年岁，在他手里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。压伤的芦苇，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将残的蜡烛，它不吹熄。一生的年岁，在他手里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。压伤的芦苇，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将残的蜡烛，它不吹熄。一生的年岁，在他手里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。医治我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，医治我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医治我必得痊愈。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。这刷最后几首，咱来唱。我要看见。求你降下同在，
在你赐名的敬拜中，求你显出荣耀，在你赐名的赞美中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咱来恳求主，亲自降临伫咱的中间，互咱看见伊的奇妙，伊的恩典。求你，求你降下同在，在你赐名的敬拜中，求出荣耀，在你赐名的赞美中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主啊，我们共同来呼求你的名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宣告你的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行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接下来，咱来唱最后一首《充满在这里》。
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宝座前，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让我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得到荣耀全都归于你。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宝座前，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得到荣耀全都归于你。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充满在这里，圣洁荣光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来寻求你，
在你殿中，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得到荣耀，全都归于你。请咱备办心来礼拜。全地着按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呵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呵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这只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54首。我学乐天父，前面是领感谢，就是耶稣替我死，打过我受罪。福气光临，荣光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光临，荣光归主，直直到永远。请咱起立并全首。是
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妹，请坐。请咱即时做伙用启应文来读上帝话语，启应文38篇，请咱做伙来启应。我设使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。我设使做先知。搁设使有招庇的神到亚来伊山。我设使尽所有的来真济，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。恁来是我宽容慈悲。无行见笑的事，无求家己的利益。无欢喜不义，是甲真理相甲欢喜。仁爱永远袂无去。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，做先知的也无完全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因为咱当对镜伫看，雾雾无明。我当所在无完全。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、仰望、仁爱这三项。以上，请咱做伙过来吟圣诗，圣诗275首。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恶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斗挂虑艰苦事。这是对咱袂有轻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，请咱坐伫吟全首。
时，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伫透早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感谢学了你对阮的保守甲看顾，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会当认捌你做阮一生的帮赞。恳求你帮助阮伫信仰追求的过程中，搁较深的认捌你。恳求你将较无的心赏赐互阮，互阮学习你的样像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，去看阮身边的人的需要，互阮有搁较侪怜悯甲疼心，去疼阮疼袂落去的人。恳求主怜悯阮的软弱，赏赐阮气力，互阮尊趁你的教示。也恳求你圣神的光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拍开阮的耳孔，通过你圣经的话语，甲牧师所讲的信息，互讲的、听的，拢得到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请来学乐，请圣歌队。
这是请咱做伙来重守上帝的话。今日要看2位的圣经，第一位记载伫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3节，第二位是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9节。圣经诗篇133篇第1节，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安乐。这通比平伫迄个贵气会由添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，佮流到伊的衫躯，也通比平迄文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，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赐福，就是永远的话名。请咱接续过来看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9节。路加福音10章25节，有一个教律法的先师起来试伊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才会得到永远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记啥物？你读了怎样？”伊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所用的是对，行即个就话我。”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着，就对耶稣讲：“一锤是我的厝边。”以上讲到心灵陪伴的教会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伫你的面前要敬拜你。你是阮的天父，阮是你的囝儿。愿伫你面前恳求你用圣神来充满伫即个会中，互阮会当静静听见主爱天父上帝你的声音，也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内充满你存在、平安甲喜乐。愿即间教会成做你所使用的教会，今仔进入即个礼拜堂的每一个人，因拢要伫即个所在通得到休困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的圣手抱阮、扶持阮、引带阮，愿伫你面前静静听，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的教会伫即礼拜拜1拜2有2天的聚会，有真侪人做伙伫即个所在上一个课程。迄个课程就是我的营华我治理，意思就是咱要准备说书上帝若要采用咱。咱要诚做一个陪伴、照顾一个年长的长辈的一个课程。其实，这个课程真适合伫每一个人准备家己要进入一个成熟的引化组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无准备的时间，咱就进入一个引化的世界。咱又搁感觉咱真年轻、真有活力的时，其实咱慢慢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咱的年纪就加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通过这2天的课程，我有真深的感触。以前我读真侪古伦的册、古伦生活的册，因为伊的册对我来讲有真侪灵修的帮助，嘛有真侪心灵的鼓励。看见伊的册了后，我知影伊的教会有真侪事工，就亲像咱的教会，咱嘛有事工，因为咧陪伴一寡。心灵陪同大，甚至是牧师，因无叫做牧师，因叫做神父，就是神职人员。咱的教会有咧陪伴一群伫成长过程顶悬的向日葵学院的孩子。咱的人生有无共款的困难，咱的人生有无共款的需要。一间教会应该诚侪陪伴人的教会，所以今仔日我想要邀请遐弟姊妹，咱做伙伫面上帝的面前。咱来学习一个功课，因为这个功课毋是干那做教会这个宣教的事工，这个功课最要紧嘛，会当祝福咱的家庭，因为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拢有机会通陪伴咱的长辈，对不对？对一个家庭无长辈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，拢应该学习。来陪伴咱的长辈，因为伫陪伴长辈的过程顶悬，除了咱用感恩来回应，
是大人过去照顾的温情，搁要紧伫咱陪伴长辈的过程顶悬，咱就对人生有新的态度甲新的学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，咱会当学习。伫逐种的境遇顶悬，咱拢甲上帝讲：我要亲像人的天使，我要亲像人的天使，我要诚做我的囡仔的陪伴者，我要诚做我的教会的爸爸妈妈，毋是教会，是我的家己的家庭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的陪伴者，生命的陪伴者。伊伫付出的时，伊要得到祝福。恁倒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。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咱来思考讲，那安尼诚做一个陪伴者，我应该有心中最基本的态度，我应该有最基本的心中的品格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带咱读圣经，今咱所读的圣经有2段，但一个牧师又搁用2段新的。咱作识的旧的圣经诗，咱真识毋是旧的，咱是真识的圣经诗。今仔圣经咧讲起兄弟姊妹好好徛起，亲像咧甲咱讲家和万事兴。兄弟姊妹好好徛起，意思就是家庭和乐，大人囡仔做伙伫一个家庭的中间做伙成长。伊讲亲像上帝将稳定的油抹伫亚伦的头壳顶。上帝所欢喜的家庭，上帝用稳定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。诗篇133篇只有3节，足短的诗篇，但是真适合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。我嘛要用这段圣经邀请兄弟姊妹，用诗篇133篇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用伊的油抹伫咱的头壳顶，就亲像天顶的上帝。用天顶的稳定吸伫即间德堂教会的礼拜堂，礼拜堂就亲像亚伦的头壳，上帝用油抹伫油伫伊的头壳顶。伊讲着流到伊的喙鬚，流到伊的衫枝，就亲像伫显门的山顶，上帝稳定就是神圣，伊的祝福分别做成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时咱会生苦背痛，因为即摆咱的家庭人拢较少，所以有当时咧互相照顾的过程顶悬，若是破病住院，咱拢无才调24小时伫迄个病床顶悬来陪伴伊，对无？所以即摆咱有真侪的协助者，咱家叫做看护，伊就代替咱的家庭，伫咱生苦背痛的过程顶悬。24小时来陪伴照顾咱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好，互咱永远莫住病院，互咱到年老慢慢倒床伫安养院的面床顶，真困难，但是这靠信心甲上帝讨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，我知影，伫我年老的时有真侪代志我。由不得我，但上帝，你若是一个是怜悯的上帝，恳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伫臃肿的时，诚做别人的陪伴者；互我伫我有需要的时，别人诚做我的陪伴者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只有3句，牧师甲第20节提掉，毋是第20节无重要，是为着要互咱知影，伫上帝的圣殿，伫上帝所欢喜的家族家庭的内底。上帝要怎样来祝福伊？伊讲兄弟姊妹好好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安乐。咱的家庭若有上帝祝福，是何等的良善、美妙、安乐。伊讲伫迄个所在有上帝所定定的祝福，也即咱敢有是期待咱的家庭是有满满上帝的祝福。阿们啊！我相信。恁的点头牧师就知影，咱拢需要，咱拢甲上帝讨讲，上帝对你的圣殿，我领受你圣殿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主求你怜悯我，
咱着想着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伊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温点满满到一世人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即个耶和华就是咱的大牧者，伊就是赏赐，伊就是陪伴。耶和华通过耶稣基督，伊设立一个陪伴者应该有的图像，所以教会应该就是一个陪伴者。教会应该就是亲像牧师今仔特别用咱教会最典雅，嘛是真象征性的一个相片。而且你会记咱教会礼拜堂的卡车片画一张图，迄张图是啥？恁敢无印象？伫礼拜堂甲教育馆中间，伫个礼拜堂的壁顶，就是耶稣抱羊仔囝。这张图有真侪人解说，拢无共款。这张图有黑色的羊，嘛有白色的羊。所以兄弟姊妹咧，有人就安尼解说讲，我就是迄只搞怪的羊仔囝，是黑色的羊，但是耶稣特别疼我，伊就甲我抱伫伊的形象。兄弟姊妹，有人用安尼来诠释，用这个图片来自我的学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。主伫我的一生中间修生，求你先抱我，伫你的形象，互我享受上帝你的怜悯，然后差遣我，成做一个怜悯人的人。兄弟姊妹，这是耶稣所讲，一个陪伴者应该有的态度。陪伴者最要紧一个精神，就是怜悯人甲主爱。这是一个真要紧教会存在的品格，嘛是教会存在的特色。一个教会若无三听，伊就真困难真侪上帝是咪加记号？一个教会若有怜悯人，一个教会若有开放的空间，就是永远逐种。人讲一样米是百样人，教会敢毋是安尼？教会应该永远逐种性格、逐种的教育程度、逐种的社会地位、逐种的思想、逐种的年纪。教会就是一样米饲百样人，是上帝通过看会到的礼拜堂，互每一个人拢得到接纳。兄弟姊妹，用安尼为咱的教会来祈祷，好毋好？愿咱的教会永远有一个空间，保留给陌生人。愿咱的教会永远有一个空间，用温柔和野生、白当当、失败、无路通去的人，伊会通入来到伫咱的中间。这2年我拄搁较特别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因为咱的教会开始有好的音响设备，所以咱就真容易将咱的教会礼拜的直播，甲讲道片就放伫云端网络的顶端。牧师就发现有一寡人，因为因拜六礼拜时间有工作的组合，所以无拄拄伫礼拜日的时会当做礼拜，所以因就会看咱教会直播。那万一咱的当拄，比如讲停电，还是在电脑宕机，因就做无助的。伊就讲牧师这礼拜开没有丢上迄个直播，因为因伫无共款的需要顶悬。愿天父上帝，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存在伫即个看会到的空间，永远存留伫上帝神圣的空间，伫空中。任何需要的人，因会通来领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嘛常常为着教会云端的工作来祈祷，你求天父上帝当通过咱的教会这个圣义共同、圣而共同的礼拜聚会，伊嘛当分享，无方便来到咱中间的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，甚至陌生人。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当耶稣甲即个咧教神学的即个经学书，今仔圣经是记载伫路加甲马太两个所在拢有讲到。伊讲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马太翻译讲爱人如己。两个翻译无共款。马太福音讲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咱拢要背对啊。差不多几乎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口号。我爱疼人亲像家己，但是事实上马太福音的爱人如己，拄拄是甲路加的福音是共字，但是翻译无共款。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讲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。意思是你的厝边甲你做伙生活徛起，是你的外人伫你的厝边，但这厝边就亲像你家己。所以真正圣经无论是马太、路加，伊正确的翻译拢讲，听你的厝边，意思就是你的身边的人。兄弟姊妹，身边的人变做家己的人，这就是你听的内底。有爱就有接纳，有爱就有开放，有爱就有包容，对吧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永远有空间，为着新的陌生人，也永远有空间为着咱来存在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的教会，这张相片足水吼。本地咱的副堂我嘛要设计安尼。我想讲爱一个共性的窗，但是迄个造型甲迄个设计较困难。这种的做法咱台湾较习惯，因为咱的铝门窗的工厂真容易的，这叫做制式的规格。但这个相片就是古伦神父因的修道院。我看过真侪古老的修道院，还是新的修道院，拢类似安尼。因为因是伫欧洲、伫美国。因真侪所在寒人拢会落雪，所以若伫落雪的天气中间，伊要对即间礼拜堂去另外一间工作的所在，若落雪就真寒，真无方便。所以伫迄个修道院的内底，伊有真侪所在叫做回廊，就亲像安尼。伊即边是礼拜堂，即边是工作的所在，即边是教室，但是伊边拢有一个真宽。真宽，伊当通过这个走道，就亲像咧坐玲珑，伫整个这个空间的中间，伊拢会当真舒适来生活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，嘛永远有这种互人舒适、神圣、听的空间。咱的教会有水无？这是咱伫旧年要庆祝这个献堂的3月、4月。已经甲伊用做水彩画，甲处理，甲相片处理，成做一个水彩画。这个相片甲咱讲，这是一个真水，有真侪新的无共款。一个礼拜堂，这丛树啊，你也看经过2年，即摆大甲真水。兄弟姊妹，你经过这几年伫德登教会，你敢有较大汉？你无输，你嘛永远拢保持安尼你。无倒酒就加在啊！人会倒酒无？会啦，我嘛求1公分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需咧甲恁接近距离，毋是咧讲外在，是讲咱内面的灵魂，咱的性格的人，有当大人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，任何伫即个所在生活的人，伊拢会当成长。伊拢当把握，伊拢当和谐甲平安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心灵陪伴的教会。咱的教会有3个事工真重要，一个事工就是礼拜，一个事工就是查经，一个事工就是祈祷。祈祷就是享受祈祷，查经就是享受读圣经，礼拜就是享受甲上帝亲近。有一个神圣充满的圣殿的内底，互我入去的时阵，我自然就感觉有上帝临在伫我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这3个工作，拢需要人来陪伴。
所以你若有时间欢喜，咱做伙来陪伴这3个时间，咱来接受祝福，伫安静的祈祷会中间，咱得到安静。咱来接受查考圣经，伫查考圣经的中间，咱就得到把助，得到养赐，就得到上帝话的光照，咱就明白上帝奥妙，伊的启示，甲伊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伫这3个时间顶悬，拢造就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这3个最基本、最重要的工作，拢会当造就人。兄弟姊妹，愿恁常常来祈祷，也愿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常常纪念因为心神不安的人。今日透早一直有电话入来，因为郭依林的妈妈可能已经真严重。郭依林的妈妈选择一项，就是伊要很安详、很尊严，所以甲郭依林的妈妈连鼻胃管都拒绝插鼻胃管，所以伊急速，因为若要用鼻胃管，你敢若注天敌剂，拢永远无够额身躯顶悬的需要。今日透早，郭依林就敲电话，拜托牧师伫电话中甲伊的妈妈做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有生命的需要，咱的教会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的团契，对不对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甲牧师做伙，咱做伙来成做一个陪伴人的团队？恁愿意吗？若三更半暝要开远途去探访人，你会当志愿甲牧师讲，牧师若随时24小时你甲我叫，我替你开车，我甲你做伙来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愿意做伙成做一个伫第一个时间，伫上需要的时间，咱是第一个到，也愿意到的人。愿天父上帝拣选咱，互咱因为咱是亲人，因为咱是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，咱是信仰的亲人，所以咱愿意。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这个礼拜，互咱手牵手，心连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心灵陪伴的人。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讲，什么是做一个陪伴者？圣经的教师，有一篇足色，恁会晓背的诗，恁就该背起来。第一，当你读诗篇23篇，你该背起来了，你就知影你怎样成做一个陪伴的人。因为圣经中间咧讲起陪伴者最重要的图像，就亲像这张牧者。你毋免了解，毋免背足这个经文，但是你若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牧羊人，你是一个大牧者，我要做你的工人，我做小小的牧者就好。你们可以哦。你们可以做你们的同学的小牧羊人。你讲牧师，我要大汉，不会。牧师祝福恁，恁成做恁的同学、恁的朋友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是年长的人，你更加有智慧，因为你行的路比少年人行的桥较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用牧者这张图。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默想，咱求天父上帝亲自，互咱明白讲，咱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陪伴者，所以每一个伊的囝儿，拢是伫这个黑暗的世代来做人的陪伴者。所以人的陪伴者需要有上帝的话，需要上帝的光，需要有圣神的同在。这个陪伴者毋是青梅带青梅。陪伴者若是青梅带青梅，那就惨啊！因为伫元宵背景的时代，做伙带来去放荡。但是陪伴者毋是安尼，陪伴者是有光、有圣神、有良善、有怜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诗篇23篇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
也这你有欠过嘛？你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伫你的手中，互我不缺少任何一样的良善。也有法你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互我倒伫安静的水边，为着我的名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这是牧者的角色，互人觉醒，互迷路的人倒转来，互伫十字路口丢毒、毋知好气好强的少年人，因会当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，因找到生命的标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拄着艰难、危险当中，主讲我就是你的腿，你的管。这咱伫教会人听，有的人佫听无。邱雄老师伊拄来的时阵，伊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伊常常咧听咱咧启文讲，用你的腿，你的管，伊咧想讲，迄是啥物东西？后来读着这个字，伊才慢慢明白，原来迄就是牧羊人伊的生命照顾的工具。伊用这个棍啊赶走豺狼野兽，伊用这个棍啊有一个弯弯的头，把迄只乌白走的羊啊扭来伊的身边，用伊的腿、伊的拐安慰咱，佮甲咱摆设属灵的宴席、礼拜、心灵的交通，伫祈祷的中间，圣神的同在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稳定自卑到一世人，互咱永远咱的心灵甲上帝三亲近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知影伫旧约，圣经讲上帝就是大牧者；伫新约，真明显讲主耶稣就是世间落尾的大牧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耶稣的身躯顶悬明白，这个牧者伊本身就是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上帝甲我三甲伫地。对这时到永远，永远无离开我，然后这你相信吗？这是主耶稣永远讲，我就甲恁三甲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我搁读一摆，我就甲你三甲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写伫啥物所在？写伫马太福音上尾章上尾句话。马太福音28章上尾句上尾话，伊讲你爱去普天的传福音，招万人来做我的学生。既然我教是你的，你就教是因，然后甲因奉爸囝圣神的名行洗礼，然后我就甲恁三甲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现代译本翻译了做水，我就必与你同行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有水无？我就必与你直到世界的尽头，直到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，上帝拢要甲咱三甲伫地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，互咱对伊讲以马内利，互咱对伊讲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，主耶稣你是我的陪伴者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有甲阮提醒，阮就是小小牧羊人。阮每一个人要互相照顾，你若失志，我就陪伴，咱互相相听，主看了就欢喜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互相成做互相的陪伴者。牧师差不多32年来，逐礼拜最后结束的时阵，祝福祈祷就是这句，伊讲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三甲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这是保罗写伫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。恩惠伫圣经的中间讲，如果你有属灵的恩赐，就是这个字。属灵的恩赐意思就是上帝将各种的能力。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恩惠就是这个字 ，charis。第二，相通好好文翻译做感动，
圣神的感动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但是伊真正意思是圣神甲我合而为一。这个字叫做 koinonia， 应该咱的台语的圣经讲相通啦。台语的圣经该翻做相通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甲圣神已经无分你甲我甲上帝无分你甲我。我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已经无分你甲我，无分你的囡仔，我的囡仔，无分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是我的爸爸妈妈。伫上帝的内底，伫圣神的内底，这个字翻做感动甲相通。天主教该翻做共融。足水的一个字，共融的意思就是打破自己，将一块土角、两块，该黏黏、熟熟、戳戳做伙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兄弟姊妹，愿主爱主耶稣伊的手，甲咱摕做伙，甲咱围垒做伙，甲咱苦苦做伙。互这间教会真多正人合一的教会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上帝的主爱，这个主爱，这个字就是阿嘎培。所以咱咧祝祷的是有圣神的恩赐，有上帝神圣的听，有共同团结的生活。迄毋是干那祝福尔，迄嘛是一个提醒。嘛是一个切恳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明白讲，圣神的感动相通。所以牧师咧绝对是常常拢讲这两字做伙讲。愿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三甲伫地，有啊，是两个翻译，其实是一项尔，就是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中间，正做咱的同伴。伊讲迄个同在这个字，伊本来的意思。就是我成为你的生命的伙伴，我成为你生命的帮助者。我使用这个字的意思来提醒咱，一个陪伴者上少应该明白这两项。我成做一个陪伴者的时，就是伊要成做我的亲人，伊要成做我的兄弟。伊若成做我的四大人，我该爱来去病院，伫迄个过程我袂嫌重。这就是伙伴。这就是帮助，所以这个字讲，圣神要真做咱的保惠师，要真做咱的帮助。伫咱吐气讲袂出来时，咱的圣神嘛要亲自亲像咱的吐气，为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出声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真做人的陪伴者，圣神就真做咱的陪伴者，伊就要用灵敏吐气。为着咱的软弱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主耶稣是一个大牧者，主耶稣独经12个信心上坚定、受造就的12个门徒，伊甲伊祝福讲：我就甲恁三甲伫地。耶稣设立教会，耶稣设立门徒，伊最要紧就是用伊的权能，甲因围垒做伙。伊讲。我是教会的头，恁是这个教会的肢体，我甲恁三甲伫地。三甲伫地这个字，就是英语咧讲的 among， 还是 with。with 就是讲我甲你做伙 ，among 就是讲我伫恁的中间。意思就是上帝伫咱的身边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像这用耶稣的心做咱的心。你若毋知要做什么？你若毋知我应该有什么种的态度，会记得，心中充满了爱，心中永远有一个人，多一点别人的空间，心中总有一个多一点点的空间，互别人。咱的教会敢有空间，通互陌生人入来？咱有偌大的空间，愿意互那个讨厌的陌生人，我搁加上讨厌。咱有多少空间
是人会当随时无征求咱的同意，伊就入来。现代的人真强调叫做隐私权，对吧？所以我的个资你袂使随时甲我用，我的肖像权你袂使随便甲我用。这是表明讲，现代的人有划定一个空间，你不能够进来，因为你进来就是打搅，就是侵犯。兄弟姊妹，有偌大的空间，拢是由咱家己做决定。咱愿意为着主的缘故，咱安怎过一个充满神圣的空间的信仰生活？愿天父上帝为着咱的教会做祝福的工作。所以第二个祈祷，牧师要邀请咱为着教会的存在来祈祷。其实，这个想法对咱的教会来讲，不是新的想法。咱的教会伫周报顶悬拢写讲，阮的教会要成做心灵之家。第4个，阮的教会要成做心灵之家。那这什么叫做心灵之家？心灵之家最浅白的意思就是讲，劳苦陪同的人，伊当入来，伫这个所在得到安息。我去培灵，真常常讲到一个人的故事。伊伫自杀的第2天，伊进来礼拜堂，家己安静坐伫遮祈祷。这是足多年前以前的故事。咱的姊妹邀请伊的太太，因为伊的太太已经心疲力竭，即个兄弟3届自杀，因为车祸甲人有纠纷，弄一个着伤，有太多的责任，伊感觉伊无法度去负责任，所以伊就选择烧炭自杀。第3摆时，伊的太太已经精疲力竭了，伊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伊就来教会祈祷。然后我甲伊讲，你敢要当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招你的先生来，牧师甲恁祈祷。迄个暗伊招伊的先生来礼拜堂，我甲伊祈祷的是，即个兄弟拢无爱讲话，很冷漠。一个心内作烦的人，什么话拢听袂落，恁敢有同意？一个已经绝望的人，什么种的安慰的声对伊来讲，拢是空的。但是，刚才上帝互伊记哩一句话，因要离开的时候，我有甲伊分享讲，阮的教会门24小时拢是开的。你若愿意，你会当家己来遮祈祷。真正是上帝甲伊讲话，过工的阴暗，伊家己开车，家己入来，也无叫牧师，伊坐伫这个所在祈祷。后来，伊得到安慰了后，伊放弃，伊决定无要自杀。后来较长的时间，伊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迄个阴暗，我来祈祷的时，我知影有人咧陪我。我静静坐伫这个所在，我知影有人咧陪我。也说你爱这个上帝嘛，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嘛？你相信这个上帝有存在吗？我毋捌看过上帝，但是每一个我的兄弟，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。因看到就等于我看到。我相信我看袂到的上帝，伊即摆嘛咧帮助我讲道，甲恁三甲分享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纯粹双手甲主邀请讲：主啊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的内底。互这间教会，毋是干那讲过去的故事，牧师拢讲别人的故事。主啊，求你互我有机会。我的故事真侪上帝，你有牧师讲，互证人讲，我家己讲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帮咱的教会真侪一个信灵陪伴的教会，首先先陪伴咱的囡仔，会记你回头陪伴咱的长辈，把这个陪伴当作是祝福，把这个陪伴当作是欢喜。愿天父上帝，咱的教会伫陪伴的中间有一个观念。
你永远无交招我，你免客气，我欢喜，因为我白白得到，我愿意白白甲你分享。而且愿咱每一个人拢做伙来思考耶稣所讲这句话：白白得到，白白分享。而且会记得咯，分享的过程中间，咱绝对袂搁较散，就是永远。当咱付出，当咱互人，当咱奉献，当咱高过上帝，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得，咱袂搁较散，因为在咱的生命中间是一个活水稳定的江河，享受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是上帝伊满满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永远要互咱的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，互即间礼拜堂，互即间教会愈水，毋是外在的水，是真正因为三听的水。主怜悯帮助咱。昨暗我接到即个短讯，这是一个长期上帝交予我的陪伴的青年，伊捌一段时间消失。因为伊是精神分裂的人，几年前捌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我无搁再收到伊的简讯、甲 Facebook， 心内有一个动荡，因为伊逐摆若写来，拢互我足紧张的，因为有真侪幻想，有真侪的埋怨，所以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我想超过1年以上。后来我才知影伊用带入去伫桃园的属立安养院，后来出来，伊变做一个更较会晓照顾家己、过规律的生活的人。伊去住伫一个友善之家，伫迄个所在有甲伊类似的人，迄毋是伊的厝。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帮衬伊，亲像外站，伊住伫遐，但是会甲伊安排一寡打工的机会。伊逐日永暗拢会甲我报告讲，伊明仔载几点要去啥物所在，要去洗车，甲人汽车美容，伊要去啥物公司，甲人打扫。兄弟姊妹，我毋是甲恁要求恁讲，牧师你做辛苦，你做足个代志，毋是遐子。我感觉这是上帝予我一个足特别的。上帝知我有重担，但上帝予这个囡仔得到上帝家己的帮助，所以这个囡仔无搁再是囡仔，已经30几岁。伊即摆非常懂得照顾自己，伊情绪的起伏，伊的身躯，伊的心情。伊所需要的，基本就是永暗。牧师要困之前，甲伊按一个赞，再来甲伊讲你很棒。还讲好，我会为你祷告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准备咱家己。有一日，上帝要将一个天使，跋倒的天使，交伫咱的教会，交伫你的手中，主求你帮助。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陪伴者3个特质。时间已经真长，下一次我更较详细甲咱做分享。一个陪伴者需要有怜悯的心。咱的陪伴长辈，有当时伊耳孔重，你甲伊讲一摆，伊搁甲你问一摆；你要讲一摆，伊搁甲你问一摆。3摆5摆了后，无一个人袂安尼甲伊讲，啊你是臭耳人哟，无你现在无听的。咱拢会因为咱是有咱的思考模式的人，但求天父上帝常常互咱心存怜悯。怜悯这个字的古约意思就是子宫啦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当你的心内有一个更较宽广的心，当咱的生命中有一个子宫更较宽广的心，咱就我着用稳人甲咱三个地带。用稳人的人需要一个 Yes I do。好，我
愿意帮助你。人民人的人愿意安那认同伊的软弱甲需要，真做我的陪伴。人民人的人需要认同对方，真做我甲伊共同生活的这个伙伴关系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真水的故事，就是罗得甲拿俄米、路德记。圣经中间咧讲起拿俄米是一个寡妇，伊两个囡仔死啊，伊两个新妇一个离开，因为拿俄米讲我两个囡仔过身啊，我无法度去照顾恁，啊恁还阁足少年，恁通阁倒去，恁阁家己找家己幸福的婚姻的生活。所以一个新妇就真正去对伊的民族伫迄个所在生活。另外一个人叫做罗得，伊讲一句足水的话：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的家族就是我的家族。所以选择要甲伊的大家，所以对伊的家族倒去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的社区。因为罗得毋是犹太人，伊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的家族就是我的家族。后来因为这种的信心甲水的品格，拿俄米的家族嘛真做罗得的家族。当伊对伊故乡的事，罗得的亲人有一个真有品格、经济足好的人，后来就照顾拿俄米。也照顾罗得，真做伊家己的亲人。无需用这个甲咱讲去认同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。主帮助咱有一个愿意敞开，咱愿意拍开咱的心的意愿。愿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有形无形的门，有时候是关，有时候是开，应该开的是开，应该关的是关。这就是以利亚进讲，我举上帝天国的锁匙，代表家的锁匙。我所开的门，无人通关；我所关的门，无人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一个陪伴者上要紧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甲上帝所想出的愿望来陪伴人。兄弟姊妹，陪伴者最后嘛是上重要的工作。就是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失志的人，用上帝所想出的愿望来引带绝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直到咱完全明白，咱嘛幸福伫主的面前讲：主你所做的有够额，你为我所做的已经有够额。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换我学习为你来做。最后说你是我的陪伴者，愿我真做你的奴仆，我嘛真做陪伴人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心灵陪伴的教会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愿伫你面前当心祈祷，愿爱你的教会真做陪伴人的教会。这是阮心所愿。今仔日通过圣主日，阮作为主席伫你的面前，也受上帝你的话，我嘛决志，愿这间教会归荣光互你，用神益人，互人得到陪伴甲祝福。主，我伫遮，请你用我，我伫你面前祈祷，我靠所有性命，阿门。这是请咱搁做伙来应答上帝听来吟圣诗317首。你若欠缺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赞。救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实探道理。咱决意相听，咱决意相听，咱决意相听。求圣神来帮赞，起立来吟全首。我
坐，即时请咱准备来奉献。请坐，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愿主会听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搁来一个礼拜，充满上帝稳定甲平安。咱用这条诗歌，咱来互相祝福。耶稣听你，全做听甲咱三个弟弟。耶稣听你，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免，愿主听咱的祈祷，赏赐咱长阔关心的听。真做咱会稳定，咱即时来为着几个人来祈祷，咱为着郭一莲妈妈，伊即摆开始呼吸有基础吼，咱来为伊伊的亲人甲伊伫病床来祈祷，搁有咱为着陈汉姊妹手术了会恢复来祈祷，嘛为着小茹姐吼，小茹姐伊迄个中耳炎有做手术吼，咱为着这艰苦破病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姊妹郭一玲老师伊的妈妈来祈祷，主求你怜悯帮咱，
因的亲人充满疼，这个姊妹嘛得到你特别的怜悯甲疼痛。虽然过年的妈妈只有来教会2摆，但是主你互阮看见，你实在抱伊伫你的形象。阮感谢你，互伊已经亲自认你做救主，也时时咧听候你。伊的生命中间充满奇妙的平安甲怜悯。我们将伊的灵魂体拢交伫你的手中，主你接纳伊，互伊带着你所想事，上着你充足的稳定甲平安。阮嘛要为着单汉姊妹手术了恢复来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手术，你要互伊重新勇敢行动的能力。愿恳求天父上帝的保守，互伊手术了后，伊的身躯、伊的行路行动，拢会通恢复到完全。愿恳求天父上帝照顾伊。阮将如节伊耳孔手术也未完全的这个恢复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互伊紧紧打扫，空喙打扫，会当紧紧恢复好势。主愿将所有伫阮中间。特别，伊伫年纪顶悬加添身躯欠缺气力的阮的长辈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嘛甲因三甲地底，用你的天使陪伴因，切恳天使成做因的帮助者。阮伫你面前恳求你亲自保守，阮安恳求祈祷，我可以所有性命，阿门。下面咱要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吼。今仔生日最特别的，就是詹天碧老师伫咱的中间，咱来请詹天碧老师来头前，咱给伊生日快乐吼。拜托咱斗招人，
我毋是因为惊讲拜五拜六的聚会人上少，毋是，是因为是一个真好的聚会，咱真难得马约翰牧师伊答应咱，旧年就约束后来我搁甲伊约的时阵，伊可能听毋到伊甲我讲。伊无法度，伊要去美国，所以无法度拜所以可真结果上帝就用即个疫情，所以伊就无去倒去美国，伊就到台湾了上帝互咱足奇妙，有即个聚会。二林区要做伙，咱为着即个聚会祈祷好无？咱二林区已经足侪年无即种联合的培灵的聚会，有真侪兄弟姊妹拢咧甲我讲起即个代志愿天父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即个聚会，兄弟姊妹，你当招你的亲人朋友，你的同事。好，即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伫咱的周报顶面。本周的聚会祈祷会8点要伫礼拜堂。家庭礼拜由原暂停青少年团契，以及查经班7点半伫咱的教育馆。圣港的服侍。后礼拜的书会是胡素基执事，领诗是庄家庆弟兄，书琴是李慧英姐妹，书献要请庄福林执事甲廖敏娥执事，招台是第1组。新安宫的读冰桥以及每日的灵流，请咱着照听数表顶面的进度来读。具体交通拄无需有补充报告请咱伫9月25甲26这2个暗时8点到9点，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培灵会。第2，8月份开始，咱有新的查经的课程，认捌耶稣的教导。主题是对耶稣的教导看见灵魂的导向。咱要查考登山宝训马太第5章到第7章，咱欢迎参加。若要参加的，咱会当加入教会内的查经群组。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咱向会计人员来更正。第4项请咱继续为着台湾甲世界咱伫即件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。第2，请咱嘛继续为着咱中华中会50周年的时间来祈祷，嘛为教会身心欠安的张成兄、詹天正兄、钟岩姊妹、詹达、詹天比老师、郭彩芬姊妹、洪有基姊妹、庄仁俊、洪詹素莲、甲洪长远弟兄，阁有刘克朗长老以及蔡金兄、陈希忠阁有郭一玲的妈妈以及专兄来祈祷，请咱嘛为着教会青少年因伫学校的课业来代祷，嘛为着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，将伊放伫咱的祈祷代祷中。最后请咱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，韩国妇林以及集以及德克达亚教会来祈祷。即时请咱最中集。等一个礼拜了后，留落无需将代志要甲咱参详但无需要报告
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上吟的诗歌，信诗508首，吟诗线，请曾牧师祝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愿地到万世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